現時位於菲律賓附近嘅熱帶氣旋風神會在明日10月19號稍後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，同時華中氣壓正在上升，預料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日抵達廣東，本地風勢逐漸增強。由於屆時華南沿岸天氣主要受季候風主導，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變化，考慮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。隨住風神在星期日10月20號稍後靠近廣東沿岸，天文台屆時考慮直接發出3號強風信號，取代強烈季候風信號，而不會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根據現時嘅預測路徑，風神會在星期二10月21號最接近本港。天文台此時會視乎風神的強度、烈風區與本港的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而風神卻會受季候風影響而開始逐漸轉向西南方向移動，但轉向的地點仍然存在變數。在風神及季候風共同影響下，下週初至華南中期本港風勢頗大，漸漸有雲有驟雨。下週中期市區氣溫顯著下降至20度左右，新界更加低至2-3度，海上有湧浪。下週數晚漲潮，部分沿岸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水浸。